较会戆咧。我好像看到我阿嬷了。毋是，阿雄，啊，歹势吼，这甲咱题目有啥关系？请问，定听到的地桥后是咧讲什么款的人呢？地桥，查某囡仔，后楼歹势，查某囡仔哦，查某是囡仔，查某囡仔，因为迄个字写袂出来，查某囡仔。囡仔，对，地桥后的，地桥后的人，地桥后妈，你应的，该知影吧？对个， A，地是安桥后的。那是 A，中 A，啊不，他就要退出这一行。那无伊就要退出这道啊！如果不是 A，明天马上辞职。哦，没有，阮拢有录到哦。你是无要做警察，还是无要搁做啥？我不爱做啥。哦，惊倒人。你是安怎？请你确定是 A，搁加查某国人？家妇女的囡仔，因为就是可能伊妈妈要嫁嘛，爱就是对来的啊，爱用叫来载来，爱对你后壁来的，迄个就拖油瓶那一种意思啊。好 A， A，来，咱来看者，国家妇女的囡仔对毋对？你不用退出了，你唔免退出啦。哎呦，哎，你哪知影哈？这要走秀吼，嘿啊，这你应该是有好多啊啦，知影这里。因为阮遐常人来报案，拢讲对桥后的啊。哦，来，甲事情都加起嚟。嘛是差2000啦，安尼念念，不要紧。有一句台语安尼形容，叫做赢赢叫博甲输啦。对啦原本是先来回答的，结果有奖金输人啊。嘿，不要紧，咱请老师来甲咱解说。对。这若有定咧看较古早的台语剧的，应该拢知影吼。确实这位讲的无毋对。啊，这桥吼，当然就是坐迄个新娘嘛。啊，新娘不管伊嫁第几摆，反正就是新娘的意思啊。对，伊囡仔无可能坐桥嘛。嘿，所以讲对桥后来是咧讲这个囡仔无毋对啦。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